那征服的八段，能指引我的人生，不再迷茫，如同飛鳥在天空中翱翔，心靈的旅程。你哋應小心，唔好喺人前行你哋嘅仁義，為叫佢哋睇見。若果係咁樣，你哋喺天父面前就唔會有賞報啦。所以當你施捨嘅時候，唔可以喺你前面吹號，好似啲假善人咁喺會堂同街市上所做嘅一樣，為咗受眾人嘅稱讚。我實在話俾你哋知，佢哋已經得到咗佢哋嘅賞報啦。當你施捨嘅時候，唔好叫你隻左手知道你隻右手所做嘅，好使你嘅施捨隱而不露。你父喺暗中睇見，必要報答你。當你祈禱嘅時候，唔好如同假善人一樣，愛喺會堂同十字街頭站立祈禱，為顯示俾人睇。我實在同你哋講，佢哋已獲得咗佢嘅地賞報啦。至於你，當你祈禱嘅時候，要進入你嘅內室，關上門，向你在暗中嘅父祈禱。你嘅父喺暗中睇見，必會報答你。你哋祈禱嘅時候，唔好囉囉嗦嗦，好似啲外邦人咁樣，因為佢哋以為只要講得多，就可以獲得垂允。你哋唔好跟佢哋一樣，因為你哋嘅父喺你哋求佢之前，已經知道你哋需要啲乜嘢，所以你哋應該咁樣祈禱：我們在天的父，願你的名被尊為聖，願你的國來臨。願你的旨意承行於地，如在天上一樣。我們的日用糧，求你今天賜給我們，寬免我們的罪債，猶如我們也寬免得罪我們的人。不要讓我們陷入誘惑，但救我們免於兇惡。因為你哋若寬免別人嘅過犯，你哋嘅天父亦都必定會寬免你哋。但你哋若唔寬免別人嘅話，你哋嘅父亦都必定唔會寬免你哋嘅過犯。幾時你哋禁食，唔好如同假善人一樣，面帶愁容，因為佢哋苦埋個面，係為咗叫人睇出佢哋禁食。我實在同你哋講，佢哋已獲得咗佢哋嘅賞報啦。至於你，當你禁食嘅時候，要用油抹你嘅頭，洗你塊面。唔好叫人睇出你禁食，但要叫你嗰位係暗中嘅父睇見。你嘅父係暗中睇見，必定要報答你。聖經注釋：仁義係泛指施捨、祈禱、禁食等善功。耶穌唔係指責公眾敬禮，而係指責不由衷、只圖炫耀於人嘅敬禮。天主經係耶穌親自所傳授嘅最完美嘅祈禱方式。前段求天主獲得光榮，天國成立喺世界上，世人承行主旨；後段求個人嘅日用急需，罪之赦，不為誘惑所陷害。